喺福岡搭地鐵，除咗侄濱同筑前前園之外，間唔時會見到開往西塘張嘅列車。一睇路線圖，中間隔咗成30幾個站，跨縣又跨市。趁放假，今日決定沿住呢條鐵道一路搭到尾，睇下會發掘到咩意想不到嘅風景。喺筑前前園站遇見經典嘅 JR 9-103系紅色電車，車頭斑駁嘅痕跡有一種歲月沉澱嘅美感。趁佢哋仲未被取代，馬上記錄低呢份專屬於鐵道嘅復古浪漫。列車沿住沿界灘行駛，車窗好似一個天然嘅畫框，將無邊際嘅湛藍海景慢慢裝載入嚟。呢度冇過多人工雕琢嘅痕跡，只有自然嘅海岸線。陽光灑落喺海面上，泛起點點微光。靜靜咁望住呢片開揚嘅海闊天空，放低平日嘅繁雜，連呼吸都彷彿跟上海浪嘅節奏，變得輕快起來。最驚喜嘅一幕係同極罕有嘅國鐵式103系擦身而過，舊時光嘅專屬顏色同蔚藍嘅天空交織，時間喺呢一刻彷彿行得特別慢。抵達塘津，放慢腳步，穿梭喺充滿生活氣息嘅地下街。呢度冇大城市嘅擁擠，只有一份歲月靜好嘅人情味。隨心漫步，喺當地街坊阿叔嘅熱心推介之下，行入咗呢間叫做 Cafe Luna 嘅小店。一件烤得啱啱好嘅薄餅，仲有一碟令人驚豔嘅燒咖喱，芝士微焦，香氣濃郁。旅行中嘅治癒，往往源自呢啲不期而遇嘅人間煙火。食飽之後，迎住微風，我哋步入咗塘津嘅歷史長河。眼前呢座典雅嘅紅磚建築舊塘津銀行，正正見證住塘津最輝煌嘅歲月。喺明治時代，塘津因為周邊地區煤炭業嘅急速發展，成為咗當時非常重要嘅煤炭輸出港。黑金為呢片土地帶嚟咗龐大嘅財富，令到呢個海邊小鎮變得極度繁華。為咗迎合當時蓬勃嘅經濟，塘津銀行就應運而生。而講到呢座銀行嘅誕生，背後仲藏住一段深厚嘅故鄉情結。大家都知道神野金唔係日本嘅近代建築之父，東京車站就係佢嘅經典神作，但原嚟塘津就係佢嘅故鄉。當年塘津銀行準備起新行，特登邀請佢幫手。雖然大師當時公務繁忙，無法親自落筆設計，但為咗回饋正處於黃金時代嘅故鄉，佢堅持親自擔任監修，仲將設計嘅重任交託俾佢最信任嘅愛徒田中實去操刀。於是標誌性嘅紅磚配白石神野式風格就咁樣喺塘津嘅街角優雅地留低。行入去睇展覽，望住呢啲精緻嘅拱門同木造嘅樓梯，彷彿仲可以觸摸到當年煤炭盛世嘅繁華，同時感受到大師對塘津嘅嗰份溫柔嘅眷戀。每一次嘅光影交織，都係歷史留俾呢個小鎮最珍貴嘅禮物。順住海風嘅方向一直行，我哋嚟到塘津城。由豐臣秀吉嘅家臣紫澤廣高喺江戶時代初期築起，佢唔單止係一座城池，更加係幾百年嚟守護住沿界灘嘅歷史要塞。雖然昔日嘅藩主武將已經遠去，但當你企喺天守閣之上，望住同一片湛藍嘅大海，歷史嘅厚重感同大自然嘅平靜喺度完美融合。城下嘅海岸線連接住日本三大松原之一嘅熊之松原。400年前，初代塘津藩主為咗抵禦嚴酷嘅海風同鹽害，下令種低呢一片松林。
幾百年後嘅今日，前人嘅防風林變成咗一條一望無際嘅綠色隧道，穿梭喺光影斑駁嘅百萬棵松樹之間，不知不覺就邁住輕快嘅步伐，行咗一段好長嘅路，靜靜感受大自然嘅呼吸。有人話旅行係為咗去唔同嘅地方打卡，但喺唐津嘅呢一日，我覺得旅行更加只係一場同時間嘅對話。由明治時代嘅紅磚到江戶時代嘅城牆，再到400年前種低嘅叢林，歷史並冇隨住時間消失，反而化作微風同樹影，溫柔咁陪伴住每一個喺度漫步嘅旅人。行咗成日，雙腳雖然有少少攰，但個心卻無比輕盈。唐津，多謝你嘅默默守候與陪伴。